马上开始咱今日礼拜。我甲我所敬的人立约，对我的罗卜大人受抓，我要互你的护卫坚固到永远，佮互你的宝座建立到代代。三界吟圣诗223首，徛起至悬稳稳所在，请起立来吟。请咱犹原徛伫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错，亲像阮也赦免过阮人。无你互阮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太来。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子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掠倒人来受苦，定是地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见证。我是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礼，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喂。咱三个来启用，先开伫圣诗后壁启用文第59篇。启用文59篇嘛是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承认耶稣是主，信上帝，我以你相拥抱，就会得到你。因为人信神。就得到称义，虽传因就得到你。圣经有安尼记载：信的人会遇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人是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拢无切汉，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遐尼啊水。毋过，毋是所有人拢顺看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讯息？所以是你听是你讲的。毋过我要问，恁敢真正拢毋捌听着？当然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为传到天涯。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听阮的主上帝，伫正热的七月，一即礼拜，阮台湾有拄着风台，虽然有人受灾，嘛有人损失，阮求主安慰帮赞，总是做你保守阮大部分的人伫风台中拢总平安，也带来阮所需要的雨，伫水库内底有济的水。阮感谢你，搁一摆引带台湾伫平安中。经过自然的灾害，阮伫5个月半以后，伫明年的1月13，阮有最要紧的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即时咱国内有侪的争论，嘛有侪的纷扰，国际的情势嘛牵动台湾的政治。自从是阮知，你是权柄的主，你是国度的主，你也是历史的主。阮将阮台湾摆伫主你的面头前，求主看过即摆的选举会当顺利来完成，嘛保守阮台湾未来的路，会亲像圣经所讲，亲像义人的路，会当亲像天光的光，会当愈照愈光，愈做愈明。互阮知影，阮要安怎建设一个属主的国度。阮的长老教会伫台湾徛起已经有158年。经过历代圣徒的努力，伫每一个主日有超过1000间教会，12万人做伙咧礼拜。主，阮感谢你，互阮的福音伫这个土地会当有这个信徒。总是面对新的时代，求主帮赞，看过阮的教会
犹原伫即个社会会当做更做严，有影响力，像像阮历代圣徒共款，将福音继续传伫即个所在。阮的教会已经40岁，感谢主，互阮犹原有服侍的气力。阮感谢你，总是伫新的时代，求主帮助阮，亲像你引带阮的前辈共款，阮每一个人的信仰会当搁较徛在每一天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每一天拢会当对你领受新的呼召。阮信仰的传承，特别伫家庭中间，阮要将阮一生上好的恩典传承予阮的囝儿。求主帮助阮每一个家庭，拢会当伫生活中间、伫读经中间、伫礼拜中间，将阮人生中甲主好的关系，阮会当互阮的囝儿知影，互阮的囝儿、阮的家庭拢得到祝福。嘛，求主看过阮教会的同工，阮伫新的时代有新的福音的异象，阮会当将阮所受的恩典，伫即个社区、伫即个社会一项一项，阮来当好好来讲，互人知，互更较人侪个人来认捌你。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赞美，咱要请少年团、青少年团体，因要赞美的诗是：你是信实的上帝。
你是信实的上帝，有你引带，我拢总袂惊。听青少年吟这首歌特别感动，因多谢因的服侍。所以咱读圣经，今仔的圣经有3位吼，拢伫创世纪。第一位圣经是创世纪第2章15节到17节。创世纪第2章15节，耶和华上帝将迄个人下伫爱顿园来种做固守。耶和华上帝吩咐迄个人讲：园内逐号树的果子，通随意来食，总是分别好歹的树，伊的果子你毋通食，因为食的日你的确死。第二位的圣经是第6章，创世纪第6章17节到19节。创世纪第6章17节，你看我要予大水泛滥伫地上，来毁灭天的，既若有活气的肉体，既若伫地上的，拢会死。总是我要甲你入我的约，你甲你的囝、你的某、你的新妇，拢着入大船。既若有活气的肉体，逐项一对，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你着带因入大船，甲你3角保全性命，保全活命。第3位圣经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互因；救助你的，我要祝福因。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随着咱的讲道，今仔是咱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约，应该是第1讲吼，咱将时间交予伊。多谢咱青少年团契会唱会本个会话吼，不简单吼有因参加伫咱的礼拜中特别伫即马咱台语望恁听，等一下你们要注意听完以后我会考试吼，怕恁知道多少记了多少台湾话吼，试看嘛，咱需要互台语大家搁熟吼，多谢恁的祝福，请同心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愿感谢你。受你听的吸引，愿众人对四面八方放落一切，颠破阮的世情俗事。愿将这段时间分别做成，要来敬拜你，要来朝见你的面，也通过今仔日，愿三角思考上帝你的话语，来思考阮甲你迄个约的关系。感谢你，互阮会通伫经过疫情3年半久。互阮今仔日会通比较得较自由，会通来实体来敬拜你。回想2020年年初到今，阮实在真好想象迄段瘟疫创行，大家心内惊吓，行动受到限制，大家互相隔离，毋敢接触，也无法度通来敬拜迄个日子。在你的诗篇内底已经应允阮。当瘟疫流行的时，当日头暗静伫迄个所在咧写的时，你爱阮秘伫你实果的阴暗的。今仔日外面天气炎热，阮来到上帝圣殿，亲像秘伫你实果的下面，上帝你的囝儿，我要伫遮享受甲上帝三交杯的喜乐，享受上帝你应允要保守即种的
保守阮平安的应允。我要三甲伫遮来享受主的厅内底，大家三交杯的喜乐。愿上帝你通过今仔日阮的分享，人的了解，人的传讲，人对真理的认捌，拢真有限。总是上帝你真理的圣神来运行伫阮中间，就求你用圣神对阮每一个无共款的需要的心灵来讲话，互阮知影，阮甲你受约的关系的得到福气的人，阮同心将这敬拜仰望上帝你的祝福你的同在，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较爱用时事吼。所以我大概甲最近伫新闻报纸看到一寡消息甲大家分享要互大家去联想这个消息这个新闻有一个共同的所在是甚物所在？比如讲，咱最近真欢喜会通甲美国签订这个贸易协定当然这个是一个真大的进展。毋茫讲咱咧做外贸做生意的莫受到足侪行政啦即个迄个税法等等的即个限制，会通更加自由伫迄个所在来互相做贸易互相得到利益。当然，台湾即马上期待就是 CPTPP 会通参加伫即跨太平洋贸易协定中国嘛有申请，总是即个困难度对台湾来讲相当大，因为爱需要所有的会员国的同意毋茫咱台湾的即个自由的贸易咱天然的资源真少，总是咱的即个商业的行为咱所做半导体等等会通真自由互台湾的经济更加好势。我想咱知影讲最近NATO 即个北西洋大公约组织为着乌俄战争了后，足侪国家一直申请要加入最近通过是芬兰芬兰甲苏联即个俄罗斯的交界遐尼悬，所以因真期待俄罗斯敢去侵略乌克兰阮甲伊的国土的交界遐尼长，所以阮爱诚做即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瑞典即马嘛咧申请即个31国瑞典入面是32，就是如果即个条约即个协议若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就视同讲你对30几国宣战，所以即个波兰也是即马咧战争真惊讲，迄个战事会去扩大到规个欧洲去乃会通伫即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底，诚做一国对国家有真大的保障。咱也知影顶礼拜国民党开全代会已经推出侯友宜做因即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两天大家咧看讲大谷翔平到底是毋是留伫天使队，还是讲伊会去互卖出去即个因为最近伊表现了非常的好大家拢真注意伊会去留会去参加倒一队。还佫一个就是恁敢捌广末凉子，水还是咧日本的即个电影明星，伊有外遇的问题，所以伊宣布讲已经离婚这几个消息内底的关联性是甚么？关联性就是甲约拢有关系。贸易协定就是咱双边签一个约，互咱的贸易往来通更加自由，更加活泼，更加好势。NATO就是讲，我若参加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国家会感觉加真安全要发动攻击的人嘛会考虑，我若去拍到这国30几国，我敢掠会起等等遮，所以我若加入伫这个条约内底，国家就加真安全。国民党这样代志较奇怪，就是伊伫全代会征召这个人要做候选人，照讲伊是规党互候选人一个真大的保证，讲阮就是规党来支持你毋茫会通甲这个执政权佫摕倒转来这个是一个承诺，对伫候选人来讲是一个承诺，讲我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所以这个全代会的征召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大谷翔平是因为伊即马甲
甲天使队啊，阮带着阮去康体的时阵，感觉啊，最好卖甲卖出去上好啊，总是8月找你，到底伊是毋是？诚做一自由球员的时阵，伊到底有权利来选择啊，开的条件较好，我要去这队去队啊，我即马就甲原来即个球队的关系就结束。王某娘子离婚是讲，甲大家讲啊，我即马已经无婚姻的束缚，我是单身啊，所以我即马若甲人交陪，也是讲我再婚，我无受到婚约的约束。所以所有这个消息看起来，咱逐工拢甲即个约的关系啊，受到约的影响力。今仔日咱伫即个公司上班，嘛有迄个合约。我伫即个公司啊，伊互我的待遇，伊互我的即个啊几年的契约，即个拢有约的关系伫迄个内底。所以咱讲约的定义就是一种的 agreement， 也是一种的 contract， 咱大家签啊，我要来租厝，我甲你签约，厝卡厝主啊，我签几年啊，偌侪钱啊，偌侪押金啊，来界定彼此的关系，大家照约来行啊。这是一个合同也好，一个承诺，我若签落去，对双方伫互信的基础内底啊，规范彼此的行为啊，做一个保证，大家拢会照约来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才有都通运作落去。当然嘛是种约束，你若签约落去，我就受到这个约的约束啊来做。所以签约有几啊种的方式啊，有迄个自愿性的，大家伫平等的立场啊，比如讲啊，我是要房客，我需要一个厝啊，我甲这个房东伫遐讲，到底你要租我偌侪钱啊？我要安那，大家伫平等的基础。啊，若讲袂成，啊，就无通签约；若讲会成，咱就照这个约来行，是一个相对互相的关系。总是嘛有一种约是不平等条约。我想咱读中国的历史，就非常去清朝末期的时，啊，大概甲人相见就拍输，啊，拍输就啊一些不平等啊，挂土地互人啊，开放港口啦，等等啊赔偿啦，等等，迄是因为你完全无甲人谈条件的条件，因为我拍输人，啊，嘛有迄个从属的关系吼，啊，比如讲咱读历史定讲啊，蒋介石以德报怨啊，咱都拍赢日本啊，所以咱讲起来，咱是较悬的立场啊，我无要甲你计较啦，啊，都下面你安尼甲我得罪，也是讲互我的伤害啊，大家都继续往前走。所以虽然有迄个从属的关系，总是迄个较有权利的，伊愿意放弃迄种的权利，甲你徛伫较平等的立场，伫迄个所在来立约。所以有足侪款的约，啊，约的形式当然有公开、口头的，有时用讲的。咱讲古早人较老实，所以讲落就是话，我当时甲你答应落。虽然无签字无文字，总是我讲了就是一个承诺，我一定照我口头甲你约束的安尼来行。所以现代人即马大家较无去相信迄，因为讲了也无记录，也无录音，也无啥物，所以大家最好来签约，啊，毋若签约，就要去法院公证，来保障我的权利，啊，会通私下来讲啊。即马咱咧买厝是实价登录制，啊，总是大家有这个规定，有人私下就讲，啊，无咱私下有另外一个约啊，安尼来行，你也得到利益，我也得到利益，免甲交税等等这，都有很多方式伫迄个所在来做。啊，约的对象当然一般来讲，较是至少两个人啦吼，啊，当然嘛会使家己约束家己，啊，像咱青年呢。你甲伊约束讲啊，我8月开始，我一工干那拍电动玩具半点钟就好啊。迄就家己约束啊，自律啊，我都爱读偌济册，然后迄家己约束家己，自律的约束。买通是多边、双边、多方，亲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是咱要参加啊，迄个太平洋跨太平洋贸易协定，这有足侪这单位啊，大家做伙。啊，有强制性，嘛有自愿性，
来签约。咱伫几礼拜前咧讲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是志愿性的，伊伫一生的中间一段时间，敢若泰国的会相共款。我这段时间我要做会相，这段时间我要分别罪性归属上帝，这个是一个志愿性，总是嘛有迄个强制性的迄个目的。所以约有足侪种有界定、管理甲义务安尼做安尼做。有时嘛有迄个私定终身吼，虽然无签约都用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大家彼此讲我将来一定会娶你，一定要嫁你安尼。虽然无法律约束性，总是对彼此你当时有安尼讲，你当时有安尼约束，所以有足侪款的约的形式。这个约若签订，就改变历史的走向。咱即马大家真期待乌克兰甲俄罗斯会通赶紧看会通签一个和平协定，战争会通紧煞无？甲台湾有约的关系，伫近代这几年当然有迄个为1995年的这个马关1895年的马关条约，所以清朝拍输签约台湾，互日本关50年，就是为马关条约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旧金山合约，日本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总是最近咱会记美国国会，伫迄个所在有一个国会案讲，联合国2758案，并无真明确讲即个台湾的治理权就是交予即个中华民国的政府，开始有咧讲这个讲法，这个约真重要，影响历史的走向。对咱的安全真有关系，就是台湾关系法。当时美国甲台湾要断交的时，咱真侪人真努力，惊讲美国放弃台湾国共产党马上会过来，所以用台湾关系法。今仔日咱也伫这个台湾关系法来受保护的内底，这个是真感谢当时有定这个约，无今仔历史大概会完全无相像。讲遮多，事实上要互大家知影，圣经是一本约的册，所以咱拢知影圣经遮尔大本，什么叫旧约？耶稣出世以前，上帝甲人定足侪约，有足侪约。到主耶稣出世，这个弥赛亚降生了后，才有新约。所以规本圣经这大本，事实上伊是咧记载上帝对创造人了后，到伫这个人类久长的历史，特别甲以色列民族这个历史的中间，有几啊摆的立约的这个记录，总是旧约的。人都无法度通照约来行，所以直到今仔日才有新约，才有主耶稣基督的产生。这个约，这个主题，我要分做2礼拜来分享。今仔日主要要讲旧约的3个约，第一个是爱甸老园亚当的约，第二个是挪亚的约，第三个是亚伯拉罕，就是咱今日所读3段的圣经。亚伯拉罕了后，咱知影还佫有摩西、西奈山的约束，佫有大卫的约。这大概旧约内底，咱会通看出的，上帝一直想办法，互人会通去遵守，也是永远来去守这个约，来维持甲伊正确好的关系。所以咱今日讲头前这3个约，第一个约就是咱先界定立约的双方迄种的关系。创世纪1章27节到28节，创世纪第1章就讲，人的存在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就创造人，互咱甲伊有同款的像，甲咱有上帝迄种的神性，咱嘛有咱的人性，伊创造男的女的，然后交代因一个使命，就是恁。除了是我所创造的人以外，我将我所创造世界这个万物，拢交代恁去治理、去管理。所以基本上，创世开宗明义就界定，上帝是创造者，伊甲咱毋是平等之处。
人是伊创作的一部分。毋然安尼，创世纪甲咱讲，上帝互人有一个真大的权柄，就是去治理伊创造一切。咱拢知影，创造者对创造我所做出来的物件有绝对的主权。我要安怎支配，我要安怎做，实际上是创造者的这个权利。所以亚当之约实际上是上帝直接甲亚当吩咐，就吩咐，伊的吩咐就等于是一个命令啦。命令迄个人讲，这拢互你管理，拢互你治理，照你家己感觉安怎做较好。总是有一项园内，逐项你拢会通食，干那迄个分别好歹的树的果子，你莫摸，因为你食的日的确是。这个上帝单方面的一个约束你若毁约，你会死真清楚。亚当的约的特色就是，伊互人知影咱是上帝所创造，伊互咱有治理的权。这是一个真重要，就是迄丛分别好歹的树背后的意义，就是互人有一个自由选择权、自由意志。我敢若逐项拢个规定，你拢会通安尼照你家己想要安怎去做去治理。当然你嘛会承受迄个后果啦。咱最近咧讲这个极端气候，咱家己治理到乱七八糟，咱规个地球互咱污染到这个程度，所以你会去承受迄个地球的反扑，迄个后果你家己爱去承受。还佫一个上帝互这个亚当的这个约，就是讲。我干一个命令尔，你迄个分别好歹的果子，你莫去摸，你若食的时阵，你会死。所以，咱会看见伫这个亚当的约内底，上帝讲到伊的主权，也伊赋予迄个人类的迄个治理权，然后伊嘛讲我有一个最后的裁判权。你若毁约，你就是会死。所以，因为有迄个。分别好歹的树伫遐，才互咱的自由意志有迄个意义。如果逐项拢好，随在你去做，拢无啥物毁约的迄个迄自由意志对咱来讲都无意义啊。有一个讲，敢若迄个禁令伫迄个所在，我要遵守无？我会通遵守，我会通莫遵守。你去选择，最后人是选择毁约啦，就是讲，这就是咱咧讲的罪恶。撒旦对人对妇人人讲，无啦，上帝虽然安尼甲你讲，你食会死，无一定啊。这个约我们可以轻松的看待，伊可能甲你吓，甲你骗的，所以你无的确会死啦。因为上帝知影你若食的时阵，你会亲像上帝这个是一个更较大的一个诱惑。撒旦对咱的诱惑上大，就是怀疑上帝的话。怀疑上帝是毋是会执行伊甲人所立的约？你会通家己做上帝？我想咱家己做一个真平凡的人，咱家己不三时拢想要做上帝。咱拢想讲，我可以掌控一切，我的生活我要家己控制，我要做这，我要做迄，最好莫有人来管我。我想要决定阮囝的婚姻，我要决定什么？咱一直拢想要家己掌握一切。撒旦互咱的诱惑就是，你家己做上帝敢毋好？关顶内底阁有人甲你管你就照你的迄个去判断就好。所以莫甲上帝话当真啦吼！你做你家己想要行的去做。圣经讲这人的罪恶，违反毁约就是罪。亚当的约定就被撕毁了。毁约的后果就是死亡。咱会看这个圣经讲，上帝看一切所做的，看真好。我想，咱伫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若看做好，就无应该有年老，人就无应该有目屎，应该无病痛，更较无应该有死亡。一切拢是好的，伫爱殿内底。所以罪。人的迄种嫉
妒、骄傲，也是迄个各种咱感觉毋好的思想，无应该包括在内。人若无违约，人应该永远是活伫迄个用火迄爱电脑园的内底。所以今日咱想讲啊，人会死到自然的啊，人就是肉体的存在到尾。所以创世纪第1章一开始，甲咱讲，上帝创造人是互咱本来有永活的，只是因为罪，因为咱毁了亚当之约了后，罪进入世界，罪带来就是死亡。死亡是违约的后果，就是上帝对违约的一个处罚。所以保罗嘛咧讲，亲像罪对一人入世间，死就安尼进入到咱中间。今仔咱所有人拢都爱死，因为咱逐个人拢犯罪，对亚当以后，所以人伫即个爱甸园受赶出了后，你已经失掉了永生。你在寒流满面，才会通得到活。总是人敢有因为安尼来得到一些教训？并无安尼，咱若阁继续看创世纪第2章、第3章落去，迄个罪咧生炭，迄个罪性愈来愈大。该恩甲亚伯两个做伙献祭，上帝较爱亚伯的礼物。该恩如果讲上帝为什么较悦纳伊的礼物啊？我可以哪里改进？伊嘛会通安尼来想，安尼来做。所以伊所产生的是多倒变。倒变讲说嫉妒然后受气上帝有甲警告你看创世纪第4章，伊甲该恩讲，为着献祭代志，为着对上帝尊崇，既然你受气到这种程度，你啥事受气？你啥那对你的小弟来变面？那行好，上帝一定感纳你。总是你采取另外一个方法，你无要行好，反倒说嫉妒迄个上帝所听的人。伊讲罪孽会埋伏伫门口，罪孽乱无咱，确实有时咱会感觉罪一直要引诱咱，要爱咱去行另外一个方向。总是上帝讲，你爱管合伊啊，你爱控制你心内的嫉妒、骄傲，你想要杀死你的小弟，迄种心毋通搁伫你的心内，有该警告。总是该恩最后的选择就是将伊的小弟杀死。伊趁做伙伫园里的时阵，咱若看创世纪，攻击伊的小弟亚伯，然后甲伊埋尸伫土里，甲伊尸体带伫土里。上帝甲该恩讲你小弟伫倒落？上帝明知故问啊，总是就是讲，互该恩是毋是还佫有一个机会来认罪？讲我都受气受气甲一时失手煞将我的小弟杀死。该恩无安尼，该恩直接讲我毋知啊，伊就垫青啦，吼，人讲伊垫青。我受创造，我家己都顾袂住啊，我敢是顾守我小弟的？我家己都顾袂住，你敢有互我去顾守我小弟的这种的责任？其实创世纪看起来吼，咱拢看见咱家己迄个亚当的罪性。当一切拢真好了后，上帝甲亚当讲，你是毋是去食迄个？我叫你毋通食迄个善恶果的树。亚当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责任卸互夏伊袂家己反省，伊讲毋是我本来袂来到迄个，你甲我匹配迄个牵手，甲我引诱去，所以若要追究责任，应该就要追究。伊要保护家己，自我的心就开始出来，然后怨东怨西怨夏啦，怨其他的代志，骄傲、嫉妒，采取行动，到底该恩的时阵。掩饰他的罪行，讲白贼，就是一句话，等于讲我们常常死不认错，对你罪咱死不认错。所以上帝发现讲，为创世纪第1章甲第6章了后，伊感觉亚当之约无法度通执行，看见人伫第1章最后真大心内所想的念头，逐日拢是歹。
逐日拢是顾家己，拢是自我，所以伊来审判。那上帝伊袂当讲，恁着照拢毁约了以后，恁阁继续照安尼做一寡遮上帝无欢喜的事。我爱处理人的罪恶啊！上帝有讲过，亚当之后讲，恁若犯罪就是死啊。所以保罗讲，罪恶的代价就是死。所以真趣味这项代志啊！伫创世纪第6章第7节，伫新约上有人足侪咧讲，这句话伫咱的逻辑上有一点矛盾啊！吼，伊讲耶和华讲，我要对地上造灭我所创造的人，将人遭受糖杯照完全造灭，因为我做了有退悔。上帝创造人一开始后悔。有人讲上帝，你毋是全能的，你知影讲人都会犯罪，你咧后悔？神会后悔吗？我想咱伫以前有讲，上帝全能，伊知影甲人的自由意志中间有真基本上的矛盾。伊既然互你自由意志，他就不假设说我一定知影你安尼选择，他就完全放任。迄个限缩家己迄个专能，我毋知影，我互你自由，亲像咱做一个爸母的，我互你的囡仔一个自由，你要选择什么款，我互你完全自由去选择。我嘛尊重你的选择，我不一定知道你会怎么选择，所以会知第一场华语的迄个翻译好本是讲。上帝觉得遗憾啊！伊讲做人了后，看见人遮尔对了，伊做了感觉非常的遗憾。我想这个自由意志甲神的全能全知他们迄个中间有基本上的矛盾。不过，迄个自由意志，伊尊重自由意志，赢过伊的全知甲全能。所以伊在审判的时阵，伊感觉讲全部造灭，这样好吗？感觉为头重新来创造一个，所以伊找到一个家庭，一个人叫做拿阿得到恩典伫耶和华的面前。你来看，伫创世纪第6章咧讲拿阿，这个拿阿就是拢欢喜要照上帝命令去行的人。创世纪6章8节到9节，只有拿阿得到恩典，上帝要毁灭，伊要审判。总是伊要对一个人施落恩典。圣经讲，拿阿是义人，伫迄世代中间是完全的人。我特别甲迄世代，拿阿毋是一个讲起来伫相对伫迄个世代的人的中间比较完全一点，因为这个人也敬畏上帝，也欢喜要遵照上帝的话语，尽力来做。所以拿阿甲上帝三角行。这个人有一个心志，我要甲上帝三角行。所以上帝讲，我要甲你立约，你甲你的囝、你的某、你的新妇立存，然后佮带遮个动物来保全。伫这个审判的中间，我留下一条恩典的道路，这条恩拿阿的大船。所以咱伫这个圣经内底看见拿阿。伊毋是亲像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无犯罪。伊是相对性伫迄世代内底，互上帝看伊做一个值得得到恩典的人。也因为安尼，迄个拿阿的船就成做恩典的记号。所以你会通看见到第6章上帝个定心，上帝审判伊是完全的毁灭性的灾难。最近我咧看一个迄个美国的即个咧讲。远古时代启示录就是咧考古学，伫这个印加文化啦，伫印尼啦，伫倒位真侪遮古早的物件考古学，感觉真趣味。所有文化内底拢有讲到大水，巴比伦的大水啦，这亚洲拢有大水，这种大灾难。这是题外话，大水，互所有的。本来已经混沌的世界，上帝创造拢有次序，大水把它给弄成一片的混沌的情况。水退了后，你会通看这段圣经，敢若规个世界reset，佮为头开始，
所以你看，创世纪第9章甲创世纪第1章就真共啊。上帝释放那啊甲伊的囝啊，甲因讲啊，恁着生炭做做，敢若伊甲亚当讲的同款，你着充满地上，然后啊，我要将这遭受拢交付你，互你去处理。上帝瑞设这个世界啊，互恁个重新开始，再一次是第2个那爱约。那爱约就是彩虹之约啦，吼啊！我将轻放伫迄个，这个啊，那爱约，这个约，互咱知影一个特色，就是上帝应允讲，将来伊的审判，毋是地面上全面性的灾难、全面性的毁坏，伊袂阁亲像迄届大水，全世界规个毁灭，只留下那8个人，伊袂阁安尼做。伊今仔日上帝审判是直到新的天、新的地为止。总是上帝第2个那字约了后，咱阁继续读落去，看见人还是一直要行家己的道路。人犹原望我要做上帝，我要得到荣耀啊！我要互全部全世界人拢荣耀自己。所以你看创世纪11章的时阵，伊讲来啊，咱来起一个人遮巧啊，科技这么文明，这么发达，咱要起一个拄天咱家己来做上帝，互咱的名得到公营，咱会在降服伫上帝下面。我们就是上帝，我们就要得上帝的荣耀，免得咱四散伫全地。所以巴别塔了后，咱变换迄个人的口音了后，人四散。咱人看见事实上，对创世纪1章甲创世纪11章中间，迄个年代毋知偌久，人就是伫一直罪恶的循环，这恶性循环中间，上帝立约，人无能力通好来守约。所以咱到12章的时阵，看见上帝另外改一个方法，伊甲一个人、一个家族立约，亚伯拉罕的约。耶和华对亚伯兰就是后来亚伯拉罕甲伊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我所指示你的地。然后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等等啊，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整个世界没有办法全面毁灭，所以上帝改选一章，找一个家庭，一个族，恁爱活出上帝爱恁活出的款式，恁爱受呼召，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分别出来，过一个无共款的生活，啊，别人也会欣赏恁的生活方式，啊，来得到上帝祝福。所以咱会通看见亚伯拉罕的约。有几个真重要的所在，就是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就是伊咧甲亚伯拉罕以前叫亚伯兰，甲伊讲你以后无受人种的限制，这个约是全部的，毋是干那以色列人，不受人种的限制，也无受你的文化的影响，你嘛莫受老爸的家。当代一切，或者价值观所影响，伊要爱亚伯拉罕这族，诚做伫思想、伫行为、伫价值观、伫人生观顶，拢甲这个世界小可爱有分别出来的一群人。然后你爱顺服，伫我爱你去的所在。我怎么讲？希望你会通安尼来行，照上帝指示。诚做甲上帝有密切关系的人，你若安尼做，我会祝福你。总是这个祝福，毋是干那要互你甲你的家族，你有义务去诚做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附带的责任。所以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看见，上帝是一再想方法，要甲人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今仔咱讲到亚当之约，爱丁龙园的约，就是地理权、自由权、自由选择权的享受，也甲咱讲为约的后果。哪个约，就是让咱知影，最带来迄个审判，将来
有迄个审判伫咧，是毁灭性的。总是上帝的怜悯，伊伫伊的审判中间会留一条稳定得救的路。相信上帝只是顺服，照亲像即个你到一个救命的方舟。亚伯拉罕的约就是你需要有所分别，才会通来领受甲上帝即个特别的关系。今日咱就伫约的第一部分，2礼拜了后，甲大家分享了后，人的变化就变做律法约，无法度用简单的约甲恁讲，恁听无，所以我就用10条诫，用各种的律例。你要敬拜上帝，有啥物条例？这西奈约摩西律法就开始完成。总是虽然是安尼，将这约条文化可以被检验的方式来展示。总是咱知影，人也无法度照摩西法来行。大笔的约就开始咧预言将来上帝的这个救恩、救世主新的约要对大笔的后裔所产生，然后到最后是基督的新约。今仔日咱要守圣餐咱看希伯来书第8章，伊讲，你看时日要到，上帝伫即个甲以色列家甲犹大家要立新的约，我要继续怜悯因的不义，无搁纪念因的罪恶。既然我伫主要所诞生了讲新约，迄个前的约就是旧的约，都无搁用旧的约既若旧来衰退。就咱就无搁伫迄个旧约的束缚的内底，是伫主要所新约的内底。咱今日就用即个圣经节虽然还未讲到新约，总是伊互咱知影为什么上帝甲人要立即个约的意义。咱做来读希伯来书第9章15节，因为安尼，伊做新约的中保，用死来赎前约的时所犯的罪过。是要互受掉的人得到永远的业的应允。希伯来书9章15节，这段圣经你通好好来想，主要所已经成做咱新约的中保，咱无法度通受旧的约所犯的罪过，应该死的，伊已经替咱来担当，是要互咱才受掉，亲像亚伯拉罕受掉的人，会通搁倒转到爱殿的方，得到永远活命迄个业。伫主耶稣基督要得到实现，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知影你听人，一直毋望通过甲人的立约，互人行伫你爱阮行的道路关顶。总是对亚当以后，到伫阮知影，阮误用阮的自由意志，阮时常顾家己自私，阮时常骄傲嫉妒，阮时常怀抱着上帝你所无欢喜。或者心思意念，想要荣光家己，恳求主你赦免阮真正无法度通守全旧的约，阮需要主耶稣的新约，伊为着阮的牺牲，成做阮得救的大船，互阮得到活命，伫上帝你审判的日。为着安尼，今仔日阮要甲你守要甲主耶稣来坐道，搁一摆来回想你立新约，互阮甲你有新的关系。这个稳定记号的意义，愿你帮助阮通过所学习的、所听的，互阮知影，伫新约的内底，阮犹原毋敢懒散，只有用感谢的心，亲像亲像亚伯拉罕欢喜来照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去行去做，祈祷去耶稣的名，阿门。多谢牧师的讲道。今仔日是圣餐的主日咱三甲来吟圣诗36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you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既然属伫教会陪参者三甲来负即个稳定的演讲。当主耶稣受会迄暝，又提饼祝谢，对学生讲：看，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的罪来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来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既然劳苦背重担，不管是为着经济压力，是为着罪的指控，是为着关系处理无好势，所有劳苦背重担来到主的面前，主讲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咱三甲来领受圣餐，是照主耶稣受过迄暝所行所做。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为着你甲我的罪，愿意来牺牲伊的性命、伊的肉体来担当咱，替咱负罪的代价所拍破的身体，咱来领受来纪念伊。请咱的长老三甲来。若个别过信仰，接受过洗礼，愿你教派，拢欢迎来领受这个为你来牺牲的记号。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提醒咱，要领受圣餐，咱就谦卑伫上帝面前来承认，咱是得罪上帝，咱无能力通好来守全上帝所爱咱守一切律法。咱唯一的倚靠是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已经为着咱所安排一条救赎的道路，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咱搁一届届好好，搁一届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救赎的恩典。望这真侪咱生命灵魂的养分，催迫咱搁较听主，搁较听上帝。毋知咱有人已经洗礼无接受到无？大家拢有领受到无？请咱先把这个塑胶袋给它掰开。这个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拍破的身体，为着咱的罪牺牲的，咱来领受，来感谢伊的恩典。食了后，主耶稣摕桌顶的杯讲看，亲像血的葡萄的红汁。这个要诚做我甲恁立信约的记号，恁来行呢来纪念我。主耶稣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这个是信约的记号，
是为着咱所留的，伫伊的牺牲，伫伊所留的血内底，咱会得到裂坎，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主耶稣为着咱所留，互咱会通甲上帝立新的约的记号，咱会领受这来确定咱是新约的子民。主你身躯为我受伤拍破，是为着要互阮甲上帝建立四正的关系。我领受这来纪念伊，直到伊过来。兄弟姊妹，你所提是主耶稣所留的血，是掠砍咱罪过的血，是互咱甲上帝立约的记号，咱今日来纪念伊。唔知有人无领受到无？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是亲像搬过一个受胎羊羔。当上帝伫埃及施行审判时，有羊羔保费的记号的，就无受到死亡的威胁。这个杯是主耶稣为着你甲我的罪所留保费所立的新约，咱来用这确认咱甲上帝新约的关系，请三个来享受。主讲，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来死，直到伊过来，直到咱搁一届进入伫路园。我望上帝平安，甲咱三合伫咧。奉献，咱请梁家宏执事甲史福刚执事两位。
感谢，请起立。我会听头求主在。 谢谢。报告，各位消息，今仔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做伙来领受圣餐，感谢主耶稣基督，互咱伫新约中间会当有永远的平安。今仔日嘛是咱特别是咱教会奖学金的纪念主日哦，请咱会当为着奖学金来奉献。 来关心这个奖学金内底关心青少年主题。啊，礼拜后咱嘛三甲会当做伙来请安。第二项，礼拜后有召开小会，请小会员伫6楼的会议室来参加小会。第三，咱楼骹有这个爱心伞吼，还有一寡长照护具吼。咱若伫教会有摕过爱心伞登去，请咱会记得会当摕转来吼。 啊，这个咱若是厝诶有用着，无用着诶长照诶护具吼，会当会当互人借用诶吼。咱即马教会已经有3个轮椅吼，嘛欢迎有需要诶人来借用。第三吼，这个咱诶敬拜团吼有8分钟诶访谈诶影片吼，请咱兄弟会当到下骹即个连结来看吼。毋过这个连结可能拍袂出来吼，咱再想办法看团。QR code 还是什么方法吼，还是放在网站互大家吼。啊，咱敬拜团嘛，希望经过咱即摆真好的音乐会，会当有搁较侪青少会同工来参加音控，也是参加音乐学习吼。请咱会当为着敬拜团的学习来带导。啊，若是有想要参加学习，嘛会当互牧师，也是咱匡瑞团长知影。啊，第5项吼，咱的自会拜3的查经班，甲拜5的妇女，雅音合唱团的联唱吼，对即礼拜开始暂停吼，咱放暑假1个月吼，对9月咱开始会当恢复咱以上的聚会。第6项就是咱的灵修梦想吼，到7月18已经结束吼，后壁可能有规划新的活动吼，再大家继续互这个负责的同工有新的意见。团契消息吼，帮助团契今仔日。 到复活教会参加礼拜献诗吼，来关心咱的伙伴教会。啊，第2项哦，就是青少年团体今仔日下晡要来分析咱的教会4楼、5楼、甲6楼教室吼，咱真感谢因的辛苦吼。啊，因的生活也是伫8月18到20。啊，若是有要参加吼，会当来甲辅导嘉宏哥来讲吼。啊，第3咱主日学计划伫8月12到14，要到玉山新航医。 主办这个亲子夏令营吼，欢迎咱主日学的家长吼，会当带咱的囝儿来参加吼。啊，若会当报名，会当找赖玲玲校长吼。啊，教界消息吼，咱就家己省略，互咱家己来看吼。啊，大道的事项吼，请为着咱明年初的大选来祈祷。啊嘛，为着咱厝内有高龄也是卧病在床的家庭，需要关心的来大道。 第3，咱来为着咱的长老教会，会当真做各地社区的祝福来祈祷。啊，请牧师有补充报告。啊，毋知有需要我特别介绍的，我遮拢无资料啦吼。我看几个生疏的面孔，啊，毋知有特别自我介绍，还是有带来的人会通介绍我？要不要来啊？一个一直咧甲伊当，讲，5年前，5年前啊，请问大名为倒位来？洛杉矶，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参加礼拜，谢谢。抑佫有一寡看两忙礼拜煞，咱有机会通来小讲话吼。咱今仔日吼有特别为着咱教会青年伫下咱来
钟丽仪啊，所以咱有一个中华金的专户吼啊，所以请这个为着这个鼓励因吼，因实在是表演了真好吼，确定文的了，下晡武的吼，要去油漆吼，所以咱个泡泡啊一个安尼好，赶紧鼓励一下望伊的学校也有很好的表现真多谢，今日青少年团给因的祝福，多谢。多谢牧师补充，咱三角金上映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上帝祝福，当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希望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信心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来倒。